今次立法會擴建工程並非係採用單一結構體系完成，而係因應唔同嘅空間限制、荷載要求同施工次序，策略性分咗兩個主要部分。第一個係 L-shape portion， 即係喺現有 L 字形大樓天面上面加建多4層樓面。呢部分係採用鋼結構 MIC 配合混凝土核心筒結構體系，再通過11樓樓面加設嘅鋼結構轉換梁，將新增樓層嘅荷載傳遞去現有結構柱上面。第二個係 triangle portion， 即係喺前庭三角位置由底向上增建10層樓面，結構係採用純鋼梁柱框架體系，全套構件高度標準化，配合螺旋連接及預製裝配施工，有效提升整體施工效率，亦可更大程度避免影響立法會日常運作。對我哋結構工程師嚟講，最困難嘅地方係我哋唔可以當佢係一棟新嘅大樓設計。成個施工期間，立法會必須維持正常運作，日間唔可以進行有明顯嘅噪音或者震動工程，以避免影響議會運作同確保使用安全。同時，現有結構體系承載能力有限，現有結構同地基亦唔容許任何改動或者加固。換句話嚟講，我哋需要喺一系列嚴格同不可改變嘅條件之下，制定一個既安全可靠，又唔會干擾立法會日常運作，同時切實可行嘅結構設計方案。立法會擴建工程成個設計最核心嘅問題，其實唔係起多幾層，而係點樣重新規劃成個 structural load path。我哋以鋼結構轉換梁為核心受力構件，充分利用咗11樓有限嘅空間，將新增 MIC 嘅額外荷載準確咁按規劃路徑傳遞去現有結構構件，亦確保可以安全受力。呢個方案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可以唔需要改動現有結構及地基，但同時又做到安全擴建。另一個好重要嘅策略就係盡量將工序由工地搬去工廠。我哋大規模採用 MIC 同預製化構件，其中 L-shape portion 超過88% 樓面面積採用 MIC， 而超過96% 嘅樓板同結構構件都係以 DFMA 模式完成。咁樣做有幾個好處嘅。第一個，可以大幅提升成品質量；第二，可以大幅減少延長作業同埋高風險嘅工序；第三，亦有助減少噪音、塵埃同埋施工滋擾。至於施工階段，真正要做到零干擾，靠嘅就唔單止係設計本身，仲要靠施工策劃。我哋喺前期已經用咗 BIM、4D 施工模擬、高精度3維鐳射掃描同埋 point cloud 模型，去重構現有結構嘅實際狀況。並且喺開工之前已經做好咗吊裝路徑、構件進場次序、安裝流程同埋碰撞檢查。即係話好多問題唔係等到現場先解決，係喺數碼模型入面已經預先解決咗。另外，成個項目亦都大量採用咗 Bowl and Nut 去取代現場傳統燒焊。一方面可以提升安裝效率，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減低火警嘅風險，同埋減低現場施工帶來嘅滋擾。項目亦透過重新排序施工流程，平衡推進唔同嘅工序，令部分主要區域可以比原定計劃提早交付。立法會擴建工程係香港第一個需要考慮抗震嘅 MIC 項目。由於擴建之後，整體建築嘅質量同剛度分佈有所改變，地震發生時結構嘅反應會唔同咗。由於當時未有 MIC 嘅抗震設計規範，我哋喺呢個項目度引入抗震性能化設計嘅理念。除咗常規嘅彈性反應譜分析，我哋仲採用咗線性同非線性時程分析，對整體結構，尤其係關鍵構件，例如 MIC 模組之間嘅連接節點，喺小震、中震同大震反應發生時嘅抗震性能進行充分嘅論證，確保喺極端情況之下，整個結構仍具有足夠嘅燃性、能量耗散能力，滿足預期嘅抗震性能目標。